公路局推动偏乡的幸福巴士，互真侪老大人较方便出门去就医买物件。不过嘛，因为高龄化，这幸福巴士的需求是愈来愈大，开始会叫不到车，所以地方嘛希望会当透过结合观光，吸引愈侪人甲车来投入服务。 这条交通部评选优良幸福巴士，欢喜接奖项100多种的5乡镇，拢是较欠缺资源偏远地区。为保障偏乡最后一里路的缺口，团队为找车找人到路线有约，拢是正尽职安排。 屏东县春日乡乡长就讲，偏乡老大人愿意出门看医生，甲透早就出门的工地工作人员，拢爱靠幸福巴士。也许对公所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，因为可能也许我们的人员不够，那人民的所需、乡民的所需越来越多。目前我们的车辆是比较缺，因为目前我们的车子有时候都要排，有时候都排不到。 幸福巴士驾驶员分享，上常常载老大人看医生，即马高龄化需求愈来愈大，希望有更较侪人车引导入。公路局为105年开始继续推动幸福巴士以来，偏乡公共运输空间涵盖率为70%提高到792%。啊，不过依然有少数地区受居住地点的限制，无法度包含在内。 我们还认为说还可以再提升的地区像新北市的石碇、新竹县的峨眉、苗栗县的狮潭他们的目前涵盖率公寓数涵盖率大概73%到75%，那我们觉得说还可以再提升。公路局对在地经营幸福巴士采取公所自行95%，地方 NGO 团体迎来申请，今年度到这3亿外补助。 即马面临大环境欠人的挑战，要偏乡计划甲在地创新团体合作，将幸福巴士结合观光，希望导致观光客了后，因客观利润，吸引更较侪人车投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